我覺得廣州佢最有意思嘅就係佢有歷史嘅沉澱，又和新時代有碰撞。我嚟廣州嘅時候係18歲，我印象中嘅廣州佢特別有煙火氣咯，仲有同埋舒適咯，比較無論時隔幾耐再嚟，我覺得廣州人嘅熱情係冇咩變化嘅，人情味都喺度。晚上好，你好，你好。嚟看一下啊，我們的呢張係廣州嘅一個舊城嘅地圖。廣州嘅建築物有3個比較大嘅特色，就係實用、內斂、包容。其實我哋成個廣州嘅建築風格咧，係會有分市中心區、城東同埋城西兩個、3個。係呢邊係出咗東門以外就係城東，以前好多商人喺度啦，有聽過13行嗎？有，係啦，13行經商嘅一啲商人，主要就係喺呢個位置。呢個位置咧，其實係商業非常之繁榮嘅地方。咁同埋佢哋都會有好多自己私人嘅宅院，非常之接近中式嘅風格為主啦。咁類似我哋而家所在嘅餘蔭山房咧，亦都係呢啲買辦或者係文人商人佢哋自己私人宅院嘅一啲選點。呢啲係我哋好具有嶺南特色嘅一種叫做滿洲窗。咁呢啲最大嘅作用，佢就係會可以採光啦，可以令到呢個房間更加亮堂啦。咁呢一種窗嘅花紋咧，本身佢係來源於中國嘅北方，即係以前叫中原地區。再食刻上，即係用一啲化學嘅酸性嘅藥水，再食刻上一啲中國畫，所以令到呢個窗嘅觀感啦，同埋寓意會更加深刻。係啊，好靚哦。係啊。呢個咧就係獅子，係灰塑，係嶺南地區普遍用嘅建築物上邊嘅裝飾品。佢嘅材料主要係用呢個石灰，喺嶺南地區啊，好適合呢個濕熱嘅地區。石灰，然後要用到紙巾發酵才能夠塗上去，然後能夠抗風吹雨打。它呢第一個步驟就是用個銅絲那個咬住那個形象，再用那個紙巾灰慢慢扎上去，慢慢塑上去，塑成形，最後就上顏色。這些都是非遺哦。對呀。哇，這個一刷就有感覺了，這個很厲害啊！就一下就是燙一沾就是2種顏色。你來試試。好。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包括我自己，就是你不能光去吸收，你不去釋放，你也要去照亮別人。像我們今天其實也算是感受生活啊，體驗生活。對廣州的一個建築也好啊，文化也好感興趣的一個小伙伴的時候，我可以釋放給他，告訴他我今天其實真的是學到了很多東西，這是一個特別好的一個傳承。我哋而家就嚟到沙面啦，我哋見到好多建築物咧都非常之具有歐式嘅風情啦。沙面島是我以前當模特的時候就去拍了好多次了，估計都不下100次了，但是還從來沒有就是像今天那樣去看一看、聽一聽、感受一下。空間好大。這個是全國最小的一個租界，這些老樹都是很多年的、上百年歷史的老樹。啲人講呢個世界有種雀仔冇腳，只可以一直咁飛啊飛。
好，停車。哇！昌華苑嘅地方代表咗成個西關地區好多元文化嘅一個融合同埋一個交匯嘅。咁以前呢，佢係一個南漢國嘅時候皇帝嘅離宮別院嚟嘅。呢度係三面環水嘅一個半島嘅型嘅社區嚟嘅。周邊嘅建築大部分都係建於民國時期㗎啦，已經係咁呢邊就聚集咗非常之多嘅達官貴人啦，所以佢哋都按自己嘅喜好去建佢哋嘅自己嘅宅院。即係森哥你好，咁得閒啊？退休咁多年都唔得閒做咩啊？喺度住咗幾多年啊你？我係差唔多50年啦。住得舒唔舒服啊？而家住慣住熟一定舒服㗎，有近市場，有近地鐵，有近醫院，所以乜嘢都方便。你會唔會覺得好靚啊？嗰啲建築物靚又靚，不過冇人打理咧。哦，你會唔會希望嗰啲樓可以即係有人整佢？整兩條街嗰啲永慶坊咁靚咁咪好啦。係啊，可以。得錢整㗎啦。如果呢啲建築物可以即係傳承落去啦，我哋啲廣州嘅建築風格可以更多元化一啲，會更加好啦。係啊，希望係咁咯。我就很喜歡廣東人的這些心態，這些長輩大部分都是很開放，然後很會說笑的。是，特別是這種住這種老社區的老人家，其實他們心態真的是就很悠閒，很滿足現在的生活。每個地方的一個非遺的，永遠不可以，也不會去被時代和時間去抹去的。我覺得時間對我個人來說和演員來說都非常的重要。多去豐富自己也好啊，多去感受生活也好啊，不要悲觀，也不要太樂觀。我覺得就是享受當下就好。